三藩市華僑僑領李甸邦先生嚟講，支撐佢喺晚年依然奮發向前嘅信念，又係嚟自於點樣嘅人生價值同追求呢？我今年都75歲啦。中華會館有100幾年嘅歷史，咁有象徵性嘅意義，同埋我喺度服務都超過20年㗎啦。喺70年代由香港移民嚟美國嘅李先生，見證咗三藩市華埠呢半個世紀以嚟嘅變化。佢回憶起當年嘅華埠，當時無論係餐飲、購物同社區服務各方面都仲未好完善，但幾乎係所有華人初到三藩市時第一個落腳點。因為以前我講個例如咧，好似中華會館嚟講咧，佢差唔多係叫做華埠嘅市政廳，佢包含咗政治、經濟同埋好多民事方面嘅工作咧，佢包攬嘅，佢係代表我哋華人嘅利益同政府交涉啊。